呢個係咪你初戀嚟㗎？都係啊，都係初戀。今日非常之開心，揾咗一個網絡傳奇人物 Lal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ala， 我係今年20歲啦，我係由上年2025年開始去創作自己嘅歌嘅。我自己未擁有過一啲屬於自己嘅歌啦，所以就開始創作。哦，即係1年嘅啫喎。係啊。但我見你其實已經出咗好多作品嘅喎。係，已經出咗好多作品，就係由我大專嗰陣開始創作。而家讀緊幼兒教育嘅 Year 2，一邊就讀書，一邊就發展自己嘅夢想。我覺得你嘅作品咧，好有自己嘅個性啊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啲作品嘅靈感來源係點樣？我靈感來源其實就係嚟自我嘅生活啦，一啲就係我之前經歷過一啲，即係例如寵物啦，例如愛情嘅一啲經歷啦，跟住有啲係自己即係一路養開嘅寵物，跟住就一路喺度陪我經歷一齊成長，跟住就有啲經歷喺度啦。我啱聽到一個好有趣，你講你嘅愛情嘅經歷喎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？可以啊，大家唔知有冇聽過一首作品啦，就叫做《不是愛終生的車尾燈》。嗰首就係關於失戀之後就有一啲情緒嘅一啲關係咁樣。呢個係咪你初戀嚟㗎？都係啊，都係初戀。不過就係男方開始表白先嘅。咁就跟住我哋就開始拍拖啦，就拍咗大概12個月，即係1年度，係。跟住咧就開始可能經歷咗一啲，因為大家可能有啲不安嘅關係，或者係有啲即係屋企人反對底下去，即係完咗呢段關係啦，係。咁所以就將你當時嘅感受就化成咗音符。係啊，就化成音符。其實你做歌，你最想表達嘅係啲乜嘢信息咧？最想表達嘅信息其實就係我成長嘅一段關係啦，即係由細到大嘅一段成長嘅歷程啦。例如就係我去追夢嘅一啲起起跌跌啦，即係例如你有轉捩點噶嘛，你亦都有開始嘅起點，亦都有結束嘅一段，即係你達成夢想嘅一點。我見你其實喺 Threads 上面即係都爆紅啦，你覺得自己係咪成功打入咗市場咧？